丽丽，怎么了？叶姐，你还得加20。还有，我的果冻你也不能白吃。美的你！叶姐，我劝你不要执法犯法。执法犯法？什么法呀？还能有什么法？未成年人保护法。小静啊，我可没时间跟你理论啊，妈是太忙了，这星期可能又回不来了，你自己好好照顾你自己吧。该吃的时候就要去吃饭，不要老吃果冻。你们是不是在办大富豪的失火案啊？老妈无可奉告。现在不是老妈喽，那是什么？是叶姐。叶姐，我警告你啊，不要冤枉好人呢。妈既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。走了。周培成是坏人吗？你们怎么乱抓人呀？你怎么知道有个周培成案，还乱抓了？怎么回事？叶阿姨，我怕冤的。丽丽，怎么了？叶阿姨，难道周培成真的是你父亲？你得给我做主啊！你不要哭啊，好好跟阿姨说好吗？叶阿姨，你救救我吧！我爸他是个好人，他不吸烟，不喝酒，不打麻将，一心只想多挣钱，将来供我读大学。丽丽啊，你说的这些跟案子无关呐。有关。昨天下午我爸没上班，在家和我妈吵架呢。那昨天晚上9点以前，你爸爸都在家吗？9点钟以前，我记不清了，反正他一下午都在家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7点钟以后，我妈去城里找二姨，我爸才走的。丽丽，这样啊，你也不能保证着火以前你爸爸没有去过大富豪娱乐城啊。你别着急，丽丽啊，这事儿会搞清楚的啊。妈，如果搞清楚了，你们公安局会放人吗？那当然了，公安局的叔叔啊，一定会实事求是的啊。叶阿姨，我妈说了，我爸肯定没去过大富豪。你妈妈怎么能肯定你爸爸没有去过大富豪呢？啊，就这样吧啊，阿姨啊，实在太忙了啊。好吗？咱们再找个时间聊。我来帮忙破案好不好？我来帮忙找周叔叔不在现场的证据。你添什么乱呢？你爸爸已经够我烦的了。这是一个人民检察长应该说的话吗？妈，我发现你对人民缺少感情。黄小静同学，光有感情是不够的，法律更重证据，知道吗？就这样，丽丽。丽丽，这个案子还真得咱们破了。估计我妈知道点情况，她说过，要是这样，我爸根本不可能跑到大富豪去。哎，咱们找你妈去好不好？现在就去，让你妈妈拿出证据来。你不知道，我妈正和我爸闹离婚呢。是吗？这你过去都没说过呀？怎么回事啊？快说说。别说了，说了心烦。这事儿怪我妈，还是得找你妈谈。就算是离婚，也得先把这事儿说清楚。同志们，513大火案是举国关注的特大案件，从中央到省委都有重要的指示和批示，我们一定不能掉以轻心，一定要在认真把关、确保质量的前提下，加快我们的办案速度。无论公安机关何时报捕，我们都立即审批。在这方面，我们不能有任何的含糊。大家一定要跟公安机关主动配合，积极向公安机关反馈情况。该提证据补查的一定要提。比如扎铁柱和周培成，虽然批捕了，但证据仍然不充分。尤其是周培成，疑点还是很多的。在这里啊，我也要提醒同志们一下，我们必须听省委和市委的招呼，
真正形成打击犯罪分子的合力，使犯罪分子得到及时的惩处，平息民愤，为党和政府分忧。同志们，在这种泰山压顶、八面挤压的情况下，我们也不要忘记事情的另外一面，就是依法办案。这场大火的损失惨重，要求严惩的呼声很高，对我们的办案会有些干扰。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，正确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，该补的补，不该补的坚决不补，一定要维护法律的尊严。唐文林，文林逮捕了，你被捕了。叶检，不是该补的坚决补吗？不是要维护法律的尊严吗？公安部门涉案人员为什么就不动？这说得过去吗？国敬啊，这几天我们补的还少吗？涉及到8个部门、18个党员干部啊。叶检，问题不在于牵涉到多少部门拘了多少干部，而是这些部门、这些干部渎职了没有？叶检，就说钟楼分局吧。我们的意见是，哎，国敬，现在公安就是不能动。你说这个案子当真就这么好办吗？在取证侦查的过程中，哪个单位和部门不搞一点地方保护主义啊？多多少少都搞一点，啊，哭的闹的，私底下说情的，软的硬的，公然抗拒的都有啊。是啊，是啊，所以我说，我这回是大开眼界了。我再给你说个情况啊，就是今天发现的，市文化局市场管理办公室为了推卸渎职责任，把前几年发的文件都给改了，又把告状的电话打到北京。好啊，这不又是一起伪证罪吗？我们马上立案侦查，该抓的抓。哎，叶姐，你呀就别心存幻想了。咱们的好名声啊，这次算玩完了。我不说你也清楚，这几天啊，针对你我和我们检察院的攻击谩骂声是铺天盖地呀。唐局长，您别骂了，一次性就这么一个人，谁拿他都没办法。哎，唐文林是我们城管的干部，我肯定会找他。但是呢，我想，如果您能找他，咱们双管齐下。哎，真的，真的，哎呀，太好了！我跟你说啊，如果他有事找您，那您说话就管用啊，对吧？包启明，把门打开。哎，我在听您讲话。哎，这件事儿啊，您别抱太大希望，人毕竟是被捕了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想办法减刑。比如说判个缓刑，你看。国建，你知道就好。他们只是骂2句，倒也罢了。哼，人家不仅是骂呀，哼，他还要整你，还要卡你，知道吗？咱们检察院大楼又没戏了。昨天，
陈检告诉我说是市里要紧急筹措死难者善后处理资金，啊，财政又拿不出钱来了。那是，钟楼区城管的汤文林是财政局局长的弟弟，咱们没给人家留面子嘛，补了人家的亲弟弟嘛，还指望人家把钱给咱们呢？那是。当然，筹措这笔资金也是确有其事，也是应该的。唐书记说了，这是政治任务，绝不能让死难者的家属跑到省里去群访告状。哎呀，行了，叶姐，你呀就别自我安慰了，这都是一些借口。老方，什么事儿？周主任，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，您说我能不服从分配吗？公安那边不让步啊，公安局说火车站停车场归他们管，您说我这弼马温2把臼都没了。他们想干什么？啊？这个整顿广场秩序，把停车场交给我们城管管，这是市长办公会定的。他们公安局想干什么？连市政府的话都不听了。就是。哎，主任，要不然您看我先留在办公室帮忙。不行，我们这块地盘不能丢啊。这样吧，小林市长马上回来了，我去找小林市长，你呢，给我守住阵地。我们车站前呢有一个观察站，你先到那儿去做调查研究。啊，主任，拿出套整改方案来啊！主任，您说就凭我这笔杆子，我就真的成了没人要的垃圾了？你说，老方，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这个停车场管理组组长可是重任在肩啊！啊，说严重点，那是关系到我们整个城管系统的荣誉啊！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地盘如果给我丢了，我可拿你试问。切，好了，不要有什么情绪啊，安心工作，快！主持人，啊，安心工作啊！